今日姊妹平安。早起出大日吼，咱拢照着迄个日头，踏着健康的脚步来到圣殿。虽然疫情也愈来敢若暂时会愈兴旺，总是上帝甲咱三角地底，上帝徛伫咱中间，就要消灭这个病毒，咱要紧紧来恢复自由健康的生活。咱来锻炼36首，圣诗36首。我主耶和华，你名是至圣。第4节，日头一个出，百兽就米空，是米空，不是米现哦，米空。大概这字，还佫一个就是第1节的第2节，威严来称，甲威严来称，开弓枪拿丈八，开弓枪拿丈八。咱吟第1节甲第4节。我主耶和华，你名是至圣，你上帝尊严，甲威严来称，开弓枪拿丈八，英魂来追车，最中安的老歌，迎风吹起行。第4节。头一推出，我烧酒米空，人出去着我，同一地做工，全能上帝所做，怎样为遐多？你用智慧作家，变满的全地。咱来看308首，听祈求主出声得救。第二节第3节，世事献云未到正清，也为地官负一厘，地官负一厘。大概其他无好，咱来吟第3节。第3节，世事坚固不比你山，团到你不打波罗，你为保养主的听他。世事为求情快乐，互因在日人心欢。你为因带拢做
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咱来唱歌学乐上帝，来唱圣诗第36首。我主耶和华，你名是至圣，请会众请起立，互咱来吟全首。我主耶和华，你名是至圣。徛咧，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岛林内受苦，顶十二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三角交读启应文第20篇，启应文第20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启应文第20篇，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北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侮辱。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因为日北的上帝拢是虚假。独当耶和华创造这个天。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圣所有关联甲荣光，百姓的特作啊，恁着将权能甲荣光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因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我礼物来入伊的院，
就用圣洁的状态敬拜耶和华。全地伫伊的面前摇摇喘。伫列邦的中就讲，耶和华做王，世界坚固袂摇动。伊要照公平审判万百姓。愿天欢喜，地快乐。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出大声。愿长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迄时树拿来的树木，拢要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因为伊来啦，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照伊的信心审判万百姓。咱来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爸，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愿伫天的阿爸爸上帝啊，愿深深感谢你，因为你的真理充满阮的心神，你的恩典激励阮的意志。感谢你赐阮有属灵的智慧，会晓顺探你的旨意，欢喜接受你的带领，成做你信的百姓。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就是阮有能力甲恩赐，互我为尽心、尽性、尽意来荣耀你，帮助阮抓着你的教示，互阮的生命亲像种子，渐渐长大来成长。我要学你对人的仁慈，知影用疼心来接纳阮身边的兄弟姊妹。愿我会行伫你的正路。逆境中，阮无离开你；顺境中，阮也无看轻你。我一生要跟对你，来结出你所欢喜的果子。是阮灵命的主啊，愿满心感谢你。伫这疫情的中间，你犹原保守阮。阮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毋望阮人类会因为即摆疫情，更加谦卑来信靠主你。求主你告诉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随网受到侪影响，共款有对你来的祝福甲眷顾，帮助阮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拢会通经历你超然的供应，互阮伫你的内面凡事拢有平安。恳求主，你即时点伫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求主赐福今仔日的敬拜，我要对你尽忠的车赛，达牧师兄，领受主宝贵的教示，来坚固阮的心，对你换命的真理得到快乐甲帮助，更较顺探你的话，遵守你的诫命。我安尼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好了。咱要请诗班来献诗。诗班今日要所献的诗是温柔国轻声。请诗班。
温柔搁轻声，主耶稣在呼召，伊在呼召你甲我。伊伫你心门前，主神在听候，主神听候你甲我。呼召哦，罪人转来，温柔搁轻声，主耶稣在呼召倒来。咱来三角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段第5章第27节到32节。路加福音段第5章第27节到32节。27节，这个代志了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抽象的，名叫利未，这坐伫乡关，就甲伊讲。对我，伊就放下一切起来对伊。利未为着伊办大宴社伫因兜，有抽象的以及别人做伙，甲因同坐桌。法利赛人甲因的经学师对伊的学生咬咬念讲，连城市甲抽象的以及歹人啉食也。耶稣应讲。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若是破病的人就对。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调歹人来反悔。愿上帝赐福，可以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咱们即摆要来请陈牧师来讲道。陈牧师要讲的题目是教会的囡仔，请陈牧师。姊妹牧师、列位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甲带领，互我有机会会当伫大专事工奉献主日，会当来到建成教会来分享信息。感谢上帝透过咱建成这个听的大家庭，会当用祈祷关心来支持大专的事工。另外，我一方面也要一届来到这个所在，来感谢建成教会牧者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关心甲疼痛，也透过咱教会这个圣餐指定奉献来关心伫金城教会的青少年事工，互阮亲身感受到伫主内底，真正是一家人，会当伫迄个疼的肢体彼此的关心，嘛期待透过今仔日的信息分享，要甲大家分享，若是伫金城所做的青少年事工，嘛看见。原来上帝的话，咱要怎样实践伫生命的内底？虽然有真在有困难，总是咱要经验上帝的恩典带领，实在奇妙。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阮要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愿主信心伫阮中间做奇妙的工，对阮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讲话。主，阮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歹势，这我起码试无，可能爱请同工协助一下。好，谢谢。2006年迄年，我是一个新学生，还未毕业，我是建立，我甲教会的、甲实习的教会做伙到伫原住民的部落，伫遐要来做福音队。阮伫福音队的过程，虽然有去遐探访过，有几间教会也讲阮拢是较弱小的教会，互阮做伙伫遐来办活动吼。但是教会甲教会之间拢有距离吼，实在无简单吼。后来阮选择一间教会，阮讲阮要伫即个所在来办即个福音的儿童甲青少年的算报道会安尼。但是阮到迄个所在，甲即个传道安尼讲的是，迄阵是一个传道伫遐牧会。伊就讲，阮教会儿童甲青少年真少呢。你若要办即款活动，可能来参加的真少数啦。但是感谢主，我甲阮的遮个福音队的同工，阮就咧学习，阮伫即个实习教会，迄间教会是一个真好的教会，伊帮助阮。伊讲，虽然真困难，总是先去了解即个社区，先去巡回祷告啦，去邀请。这是上帝会讲，上帝家己来做，所以阮就安尼来学习，所以阮就开始到伫部落的所在部落，到伫原住民的部落，阮哪行哪祈祷，
伫迄几工伫遐宣传的是发现一项事，当阮开始行的是后壁都有人缀来，就开始有囡仔缀伫阮后壁吼。啊，伊就讲哇，恁是外面来的吼，足好奇的吼，啊，就甲阮做朋友吼。啊，所以一工一工哪来哪侪囡仔缀伫阮后壁吼。啊，嘛看见伫迄个部落内底有一寡的青少年吼。我咧想，那甲牧师讲的小可无共款吼，甲传道讲的无共款。原来传道讲的是教会内底真少儿童青少年，但是外口啊呐，足侪哇！但是遮的人有可能进入教会，真做教会的儿童青少年无？敢有法度来做咧？迄真做我心内一个真大的疑问吼。我嘛咧问上帝讲，当传道安尼讲的时候，咱要怎样来看这项事？到伫迄天的报道会暗暝，来了20-30个儿童青少年聚集伫迄个会场，加上阮的同工，迄个教会差不多要满吼。无真大间的教会总是满满的儿童青少年甲服侍的同工。我讲教会的确有，总是咱有愿意行出去无？咱有愿意真正亲像主耶稣共款出去，去呼召人来跟对伊无？咱有愿意真正出去，去体会主的心意无？这个代志以后，耶稣就出去吼。这个代志以后，这个代志是指较无偌久之前，耶稣医治一个有人将伊的朋友变衰的朋友摊子啊吼，带到耶稣的面前吼，互耶稣来医治伊。耶稣毋来医治伊啊，赦免伊的罪。哇，这个人就好啊，归因讲互上帝。哇，这人拢戆影。哇，这人感觉实在奇妙，这个主耶稣实在奇妙，伊有遐尼大的权能。所以想讲这个代志以后，应该嘛开始有侪人跟对伫耶稣的身边。除了耶稣的门徒，阁有人咧看，要看耶稣继续做啥物。无想到耶稣的眼光是聚集伫一个利未，一个抽象的琐碎的人，一个叫利未的人，伊坐伫遐咧甲人收税。咱若讲到即个抽象的，也是即个琐碎的人若是现代中文译本，后来讲，这个法利赛人讲，这个人是税棍啊，税棍，就听起来就讲，哇，这个人是够可恶的啦吼。因为伊毋若是为罗马人做代志，而且因阁伫遐贪图一寡利益啦吼，可能应该收的比迄收阁较济吼。但是罗马人嘛无咧管啦吼，想讲你有收钱互我就好啊，啊你要下偌济吼，你要下偌济拢互你啊吼。所以其实大家拢无介意这个人吼。啊，即个税吏吼，即个利未吼，伊伫遐咧做这个代志，可是耶稣看见伊，呼召伊，爱伊讲来跟对我。无想到即个利未，伊的反应安那？起来，放下一切，就来跟对耶稣。哇！这段经文其实足熟的吼，啊，包括后来，咱看后一张。后来，即个利未伊信耶稣了，非常欢喜。伊对耶稣讲：“哇，耶稣来呼召我，我非常欢喜。”伊阁请人客，请足侪遐个甲伊共款的人吼，琐碎的人拢来做伙食饭。啊，讲耶稣来甲阮做伙食，耶稣无拒绝伊。耶稣讲好，咱做伙来食，来接纳因，甲因做伙，所以非常的欢喜。但是有人无欢喜。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啊，因伫遐埋怨讲：恁为什么甲税棍吼，甲歹人做伙啉食咧吼？而且因毋敢直接甲耶稣讲，因伫遐呢嗷嗷念啦吼。但是我想讲，因嗷嗷念应该不止啊大声吼，所以耶稣有听到啊吼。耶稣来回应因吼。耶稣讲，伊来的目的毋是要钓迄个好人，是要钓歹人、罪人啊吼。而且爱因反悔，这条经文对我来讲，也是讲对兄弟姊妹来讲，我也是有当时讲熟甲无法度熟啊哦，知影哦，耶稣来目的吼是要钓，毋是要钓好人，是要钓歹人，爱因反悔。但是若是遮个实际，咱若拄着遮个代志的时，咱敢会讲，哇，上帝的心意是安尼的。
咱虽然知影咱的教会的使命就是爱安那传福音，但是若是有一寡人亲像这个利未，伊要来到教会的内底，毋知咱会接纳伊无？特别咱伫经文内底，咱伫圣经的经文内底，看见耶稣所接触的人，有太高的有即个破病的人甚至有迄个性关系复杂的人佫有即个抽象的为什么才会法利赛人甲即个经学士因无法度了解咧？其实我嘛感觉，若是我伫迄个时代，我可能嘛无法度了解。有一届我伫教会圣经故事班阮伫教会有圣经故事班，拢会固定有看一个影片，讲故事讲到一段落会看影片。迄届阮看耶稣传伫耶稣传内底，耶稣伊就翕即个影片就翕到耶稣甲遮的罪人做伙甲遮的抽象的做伙，甲遮的歹人做伙。我看迄电影的时候，我目睭嘛闭足金的我哪看嘛哪受气。我讲，我真正体会迄个法利赛人的心，讲哇，耶稣呢，无罪的耶稣呢，遮尔好的耶稣，哪甲遮的人做伙啦？所以我想讲，我若是迄当时的人，我可能嘛是讲，嗨，这耶稣是咧创啥？所以耶稣伫遐做遮个代志的时，遐个人无了解，甚至想要阻挡伊。当然，咱即马知影讲，耶稣就是为着遮个人来到世间，咱拢理性知影。但是实际上，你若拄着的是，你敢会安尼来回应咧？金城教会的青少年的事工，我感觉这主帮赞，互阮对听道理到实践道理的距离甲真窄，就是透过这条经文，我不断咧想这项代志。伫2019年的圣诞节，迄年的圣诞节，教会兄弟姊妹讲，同工咱个讨论讲，咱毋若是伫教会报道，咱应该爱出去有好无？好，阮就去到伫公园的所在，一场伫公园，一场伫教会。我讲哇，公园较侪人，所以阮遐有一个附近有一个沿河社区公园，所以阮就伫遐办迄个福音聚会。其实咱的目标就是希望有人会当信耶稣来到教会，对无？哇，真正伫遐办了后，原本过年一开始，阮就要分青少年团契甲学社青团契，因为侪这青年拢大汉啦，但是阮青少年剩差不多3个啦，但是阮想讲要为着因3个做一个团契，但是无想到上帝的计划超越阮所想。因为咱有祈祷呢，咱讲主啊，求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呢。主啊，阮福音事工，互阮会当看见改变，真正人来啊！有几个囡仔因为这个演戏因为实在这个国中生，有几个囡仔就因为这个国中生讲哇，他们蛮帅的就来到教会就来参加聚会。原本阮过年较要开始青少年团契。因为有一群的囡仔，差不多7、8个囡仔来到教会伊讲阮嘛想要来参加呢阮青少年团契就提早开始12月份就开始青少年团契讲阮原本3个，即摆有7、8个，加起来要10个呢，哇！你要怎做啊上帝的计划实在甲阮想的无共款阮想讲好这10个阮就安尼用阮以前的模式就稳困伫遐来关心因来做遮个代志但是后来感觉怪怪呢遮个囡仔甲教会咱原本想的囡仔无啥共款呢你有当时听因讲话不小心脏话就会跑出来不小心讲因厝内底代志，你听的拢哪呢因为每一个拢有一个破碎的故事听到因交男朋友一无偌久就换一个我拢还袂熟悉，这个还就换另外迄个，我讲哇，开始感觉讲甲咱想的无共款呢因为咱期待教会教会的囡仔来到教会应该乖乖呢若甲想的无共款啊所以阮哪做嘛是哪讲哇，安尼到底要安怎做落去啊讲主啊，求你帮助阮
后来做无偌久了后吼，无做差不多一年偌久啊吼，阮就哪做，哪学习啊吼。讲主啊，这毋知要安怎带呢吼，求你互阮智慧啊。后来吼，因为迄阵就开始渐渐2020年开始有疫情嘛吼，所以教会有一段时间无法度互青少年聚会吼。后来阮就想讲，到伫公园去公园来关心因啊吼。到伫公园，佫发现佫有一群吼，伫遐拍球的吼，有2个姊妹吼，有2个妈妈吼，因伫遐关心遮的青少年吼，因就亲像利未共款，互上帝呼召吼，生命改变吼。开始因放下一切，因将因的私房钱所有的钱拢陪伴遮的青少年吼。我伫遐看因做，我讲非常的感动的吼。我讲哇，哪会当做甲安尼啦吼！后来阮就想讲，咱敢会当合作做伙来做，好吧？互教会来关心。阮原本是想讲做伙来做看卖，无想到一做落去不得了。因为哪做哪发现后壁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样的代志。甲教会的囡仔，咱所想的教会的囡仔应该怎样，搁较无共哇！若是一个人讲脏话，是足侪人吼；若是一个人食薰，搁有人会食薰吼。甚至开始有人讲，恁教会的囡仔哪伫外口食薰配槟榔吼？我拢毋知要安怎回答，讲一开始我拢讲足歹势，敢毋知。但是你袂当讲这毋是，这毋是。爱讲伊无明明伊都来到教会内底哦，外面的人拢讲这教会囡仔咧。但是咱心内有足侪真赞的，咱是要信任啊，毋信任啊吼。这个囡仔到底有法度改变无吼？但是当我搁一摆看这段经文的是主心疼因的吼，主心疼这个利未，毋是讲你先改变，我较疼你吼。主心疼伊，甚至甲伊做伙食。感谢上帝，这个时间开始伫遐推展到这2年外来，因为有教会，我有一个真大的支持，就是阮的一个长老。这个长老伊是阿嬷，伊是做阿嬷吼。哇，伊讲牧师，这个囡仔吼真正需要主帮助的吼。阮就讲，无咱来。拜6主暗顿，互因食吼，互因参加聚会，毋茫互因稳定来教会吼。搁咱搁继续祈祷，看要安怎牧养因吼。就开始伫遐这2年的时间，开始豆啊做。阮这个长老讲好，遐个暗顿拢我来处理吼。伊若是遐个费用，搁伊煮食吼，拢是伊包办拜6的事吼。所以真侪囡仔。喙中上欢迎的阿嬷，所以阮开始用各样的方式，所以我们都一直滚动性的调整，包括庆生会，所以这种长老的相片伫遮，哇，伊拢甲遮的青少年融入在一起，所以青少年来到教会都会第一个找阿嬷，阿嬷煮的东西有够好吃的，先互因甲因做伙食饭，嘛甲因伫遐来有机会分享，总是一开始分享信息的是台顶咧讲，台骹嘛咧讲，拢咧比大声的，比哇，讲了我拢闹要扫声吼。总是阮的同工，阮一届讲主啊，求你帮助阮阮毋知要安怎带带到后来，你看这囡仔举手就是因为这个辅导，逐届这个查甫的辅导伊是准备2包的糖啊有奖征答所以阮的聚会都要一直很活泼安尼有奖征答，答对了丢糖果哇，囡仔都安尼热切的回应但是迄拢是流目屎的经过啦进前讲哇，到底要安怎做带因去爬山互因去经验、去体会去2天1暝的活动你看这个囡仔伫遐耍帅，是一个辅导区咧遐，区咧大马路中间为他们拍照透过安尼来服侍遮的青少年。为着期待讲，因有机会会当来听主、啉捌主，甲因出去佚佗，也是互因有志工的学习。你说这个都还蛮正向的特别我要讲这个
聚会吼。这个聚会啊，今年的2月7号到10号，原本嘛可能袂办成，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总是后来讲好，阮就去办啦吼。但是咧，这是第一届，阮有办遐尼长的聚会，而且有30几个囡仔吼。阮家己办这个营会，甲这个青春舞会的协会做伙合作吼。总是除了这囡仔因交的钱吼，这整个的营会差不多爱20万啦。这囡仔交的钱差不多一个人交2000几块，差不多6万几块。我想讲其他的经费要去倒位啊吼。我拄则有讲有2位姊妹，因讲真愿意奉献，总是因已经会当讲将因有诶拢奉献差不多啊吼。伊讲吼，主咱爱来祈祷吼，上帝会的确做奇妙的事吼。这个话你会感觉足实在吼，上帝的确做奇妙的事吼。总是要行迄个信心的路简单无？无简单呢吼。因为我想讲哦，好，上帝做奇妙的事，我就开始祈祷呢。但是其实牧师压力真大吼。我想讲，钱是要去搭募款啊吼！我第一届爱募款的吼，我讲我唔知要去搭募款吼，所以我就伫即个牧师的一个小组，我伫遐分享即个困境吼，异常甲遮做的青少年的事工吼。我讲主啊，这若是你要做的，求你来帮衬吼。感谢上帝，透过姊妹牧师甲义姐牧师吼，甲我讲，甲我联络吼，讲因。就建成教会愿意吼来关心这项事吼。因甲我讲的是吼，讲较真要关心啊，我目屎都连落来吼。我讲主啊，实在奇妙吼！你知影我的信心也无够强吼。要带因4天3暝吼，阮的辅导我带囡仔，我带阮2个囡仔吼去甲遮个青少年4天3暝吼，哇！而且这费用吼，唔知要倒位来吼，总是透过建成教会第一个支持吼，互这项事工会当来进去。后来透过长老甲侪人分享，教会长老甲侪人分享，侪人支持这个事工，互阮真正去4天3暝吼。原本感觉哇，实在是非常美好的结局吼，但是咧，这4天3暝唔那是上课吼。这因真认真上课吼，但是有当时啊吼，一半吼是咧困啊吼，有的囡仔吼常常，因为你爱因上课，其实是要他们的命吼，但是因为因相信辅导，因就拢去上课安尼吼。但是这个囡仔对头到尾参加到最后，其中阮阁有办体验教育吼，让他们去攀岩。遐会看起来上活泼，还是讲上歹处理的吼，还是讲伫迄个内底，你会感觉讲吼，那安尼吼，的囡仔吼，因愿意去做迄确保员吼，讲我愿意吼来帮助别人吼。其实因拢是需要人关心，需要人听，需要人肯定的。所以伫即个活动内底，因伫遐开始看见因性命被主来拍开因的心门。当然内底有侪。我第一届接触因吼，接触遐尼密切接触因吼，嘛看见侪个问题伫遐来产生吼。第一天的暗暝吼，我就收到即个民宿的老板的电话吼，讲问我一项代志，讲牧师啊，囡仔敢会当拍麻将吼？我讲哈，拍麻将吼，哇！歹势，我今日讲的可能互恁会足 shock， 讲那安尼啦吼。我讲那会当，那会问我即个问题啦吼。倒有麻将安尼吼。吼，伊讲吼，伊讲恁的囡仔吼，讲阮的囡仔，讲恁的囡仔已经有准备麻将啊吼。伊就看阮遮有麻将台吼，就讲起哩啊，就要开始算啊安尼。我讲问我，其实已经开始算啊啦吼。我讲袂使吼嘛，袂赴啊吼，就开始伫遐算麻将吼。我怎惊者？我算麻将好。个因为迄过年拄过年了后，个足想要算的，因为之前过年大家拢咧算安尼吼。个烟火，个炸一箱的烟火要去放啊吼。哇！我讲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安尼啦吼？甲我想的完全无共款安尼吼。但是虽然安尼吼，我讲较早困的吼，有当时嘛是算甲足晚的吼。
算啊足活吵着隔壁，隔壁想要来安尼弄门，讲要相拍呢吼。所以迄几工嘛发生足侪代志的吼。但是早起，阮讲爱去上课，虽然暗时算到安尼，早起嘛是乖乖去上课吼。我嘛是感觉真感动啦吼。总是我咧想讲主啊，这个囡仔到底要怎样啊吼？其实因的环境就是弄球吼，就是公园吼。若是教会无接触这个囡仔，因的性命会行去倒位咧？吼，这是因上逐工放学吼，或者是翘课，就去我们那边球技吼，是我们那边最有名的吼，召集很多青少年的地方，不然就是在公园。但是感谢主，即群的囡仔因为来到公园会来，因为就是透过辅导关心吼。阮讲即群的囡仔虽然伫公园内底，总是因的气质无共款。因拄着代志，因会讲咱爱祈祷，因为迄个辅导吼，第一线的辅导拢讲有代志就甲因抓来边仔讲祈祷哈，求主耶稣帮助你吼。他们现在说遇到问题，他都会说请为我祷告吼，无就开始祈祷吼。这个囡仔对祈祷来经验上帝，总是迄款的陪伴是，哇，辅导是当下第一线的辅导啊！吼，我感觉我做了实在，我只是在中间吼，在支持他们吼。但是我们第一线的辅导吼，那一对姐妹志工妈妈吼，因是到伫第一线吼，伫夜市陪伴因吼，伫迄个弄球间陪伴因。我要来讲即个阿江的故事啦，吼，即个囡仔叫做阿江。伫去年的12月，吼，去年的12月圣诞节，我想讲圣诞节我们应该办那个我们想的比较正常的圣诞节活动，叫做那个运动会，圣诞运动会。所以，阮就真欢喜办圣诞运动会啦，吼。所以咧，就讲这青少年讲，阮要去运动场吼办运动会。但是拄则我讲的，其实因的所拄着问题，若是食薰，还是讲食槟榔吼。其实因遮伫公园的囡仔吼，咱遮公园的囡仔真容易吼，真做帮派关注的对象啊吼。还是因嘛有因的家庭背景的关系嘛，足侪囡仔足爱骑车的吼，他们都无照驾驶安尼吼。所以咧，阮就讲。后来因为即几年的默契啦，吼，拢甲因提醒，讲恁爱骑吼，都有诶是因家长要互因骑吼。阮拢讲袂使骑吼，但是伊拢是爱偷骑吼。你若一直讲袂使，伊就偏要骑安尼吼。迄天阮就想讲，因为伫附近诶运动场啦吼，大家拢坐公车，大部分诶囡仔拢坐公车吼。即个囡仔吼，伊甲伊诶朋友较晚较来吼。所以，阮就迄天无特别提醒讲，你毋好甲我骑车吼。拢讲坐公车也是惊咯吼。除了大人吼，除了阮骑奥多麦以外，无想到吼，去拢无代志，转来的事吼，转来的事吼。伊毋若是骑车载伊的女朋友，搁载另外一个人三贴吼。就伫要转来吼，要伫转来的路站吼，经过一条大路吼，代志就发生啊吼，就发生车祸啦吼。所以这车祸一落哇，这个囡仔伊的大腿骨就断去，断两半吼。但是我感觉，互我搁较戆耳的吼，搁较震惊的是，伫迄个时我的感受啊吼。因为囡仔骑车我毋知影吼，我骑伫伊后壁，我只有看到救护车停咧遐，有警察伫遐咧处理。我就经过迄个路吼，我就活转身看吼，只有看到背影啦吼，只有看到一个囡仔坐咧遐，头前阁有一个人安尼吼。我讲，若是有车祸，咱可能就影一个就过去吼。但是我迄天我就经过的时候，我心讲，这敢会是咱的囡仔？这会是我们的孩子吗？到尾一看。我昨仔已经过啊，我阁活转来看，到底是倒一个吼？敢是咱的囡仔？一看吼，真正是吼，就是这阿江吼。阁
啊，后来他讲还有一个人在救护车上，我就嗨咯吼，我紧祈祷吼，因为看阿江已经倒咧遐，已经吼。好，啊伊的女朋友看起来还好，啊，还有一个伫救护车上，我进去看哦，幸好救护车那个人没事，最严重就是他吼，大腿骨折啊吼。我讲主啊，这到底要安怎吼？讲袂听呢吼，啊讲袂听，真正发生代志。但是我讲每一项代志拢感谢上帝吼，透过安尼，我有机会搁一届甲这个囡仔提起这个事。这边的相片是2月份的宴会吼，伊大腿骨断去，总是伫真紧的时间内底吼，啊，搁有侪人关心募款吼，为这个囡仔奉献吼，啊，到伫这个家庭来为伊探访吼，这个囡仔的骹吼，伫真短的时间后来复原吼。当然爱今年搁爱做一个手术，甲伊的钉仔摕出来吼，总是后来嘛到阮去宴会吼。这个是去年11月较来的囡仔吼，12月就去掠去少年观护所吼。伊一开始来的时吼，听讲伊是大哥级的吼，足侪人惊伊的吼。但是主互我有一个真大的平安的，我讲哦大哥级哦，我就来熟悉一下吼。每一个囡仔来到教会，我拢讲来签一个名，互我熟悉你吼，啊都要拍照片这样子吼。啊，迄天吼，伊就来吼。第一届我记着伊的事吼，啊，伊就虽然是大哥级，但是他来到教会就很腼腆安尼吼。我说来，牧师帮你拍个照吼。啊，到尾伊就口罩一拿下来吼，啊就咦吼，拍之后就要袂当示范啦吼，他就笑出来了吼。啊，就一看就是那个食槟榔的迄嘴啊，拢红红的呢。但是我看着讲，哪遮古嘴啊吼，哪遮古嘴的囡仔吼。但是这个囡仔。因为因伫迄个社会，伫迄个因毋知因性命的方向，所以被利用啦吼。所以他是涉嫌贩卖吼，就没想到卖给网络警察吼。感谢主，我相信拢上帝咧做啊吼。我讲，阮伊较拄来教会啦，阮拢还袂好好甲伊带咧吼，辅导拢还袂好好辅导伊的吼。但是因为伊是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吼。去互乖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为伊祈祷，啊讲，吼，伊就讲我要悔改了，我要改变了，吼。后来伫祈祷中，吼，主帮助伊啊，互伊一项一项去面对，吼，伊会当去澄清他的事实，吼，澄清他他是被利用，吼。但是我甲因讲，这严重性其实是透过伊嘛，搁甲这囡仔，甲这青少年讲，这个毒品跟帮派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其实都在关注这些的孩子，但是做这个事工的时嘛，拄着足侪的困难吼，甚至误解吼。特别这个辅导吼，这个辅导被误解讲，为什么吼？为什么你要互这个囡仔食薰？辅导爱互伊分享讲，毋是阮互因食薰，是伊的父母，因的环境就是安尼吼。我是心疼因吼，总是有的人无明白啊吼。啊，有讲你为什么要陪这个囡仔吼？就甲这个辅导呛声讲，为什么要陪这个囡仔？为什么要陪这个囡仔？安尼拢暗时拢毋爱转去厝吼。啊，讲因为这个囡仔无人陪嘛，是拢伫外口乱扫啊吼。即马是辅导想讲要甲因陪，莫互因做歹代志安尼吼。后来因为安尼吼，然后警察局吼，即马听讲金城教会伫警察局，阮的警察局真有名吼。甚至有警察讲，你们这是邪教哦！我说邪教哦，啊，还有吼，我听搁较趣味的学校，搁有传说，我们教会，你们教会金城教会，你们是哪个教会的？金城教会吼，你们金城教会有帮派哦，有坏心的牧师在带领你们。我想坏心的牧师在讲我诶，吼，讲我坏心的牧，我去奇怪，我都毋捌这个老师，还落咧讲我坏心的牧师吼。因以为吼，阮亲像边啊，亲像其他的咧做帮派啊，咧吸收这些孩子。我讲阮做的毋是啊，吼，总是阮做的是啥物？亲像主耶稣共款，毋茫去呼召这个囡仔，疼因，互因体会疼。伫顶礼拜是即个受难周甲国外节，吼。伫顶礼拜，阮互这个囡仔，因为陪伴因2年久的时间，吼。啊，因为即摆疫情的关系，吼，要来教会聚会，吼，进前吼，因拢会伫外口食薰，吼，啊，食了搁入来，吼，
有一寡的囡仔啦，有一寡的食薰的囡仔拢安尼吼。啊，我讲，因为即摆疫情吼，当来呐，即个升温啦吼，啊，其实我金城教会伫社区的内底吼，所以大家拢咧看吼。我讲，可能咱爱甲遮囡仔讲，即摆来到教会聚会袂当食薰啦吼，就是讲袂当搁去外口食薰啦吼，吐槟榔迄拢袂使，因为你要甲口罩摕落来吼，即摆拢袂使啊吼。所以阮就讲，阮就甲辅导讨论讲，辅导讲是时候了吼，咱来甲因讲吼，讲若要来到教会吼，你若搁出去食薰食槟榔吼，你就莫来吼。我想讲，吼，安尼哦，吼。啊，第一届吼，我就写迄，因为我有一个群组，我就写吼，讲好，我们那个现在吼，因为疫情什么什么的吼，啊，所以大家都不能出聚会时间不能再出去了吼，不能再出去抽烟吃槟榔。啊，我想讲哇，啊，但是我唔敢写讲你袂当来安尼吼，后来迄个辅导紧报起，讲袂，你啊安尼就你莫来。我想讲哇，安尼顶礼拜可能毋知有一半无来无吼，因为因拢哇，敢若无食薰就冻袂掉安尼啊。无想到，可能嘛是因为庆生会吼，啊来了差不多30几位的囡仔，啊都伫遐，大家足欢喜哦，伫遐庆祝吼，啊我说还是要做好防疫措施吼，啊庆祝。啊我就为即个聚会祈祷啊，吼，讲主啊，你要爱阮伫即个聚会内底吼，每一届聚会拢求主帮助阮，互阮知影要安怎大领，拄啊好伫受难就甲够偌济吼，我讲好。我讲，我要来放这个影片，耶稣受难的影片，互因看。啊，就开始放了吼。迄天的聚会吼，啊，就开始放啊，电火拢关掉吼。规间吼礼拜堂吼，拢非常的安静哦。遐囡仔拢足注意咧看吼。当然，迄是一个西瓜个短短影片，因为因无法度看真长的吼，短短影片吼。啊，看去耶稣受逼迫吼，耶稣。已经听足侪甲伊关系耶稣的代志，因为无论是辅导还是牧师吼，伫每一届聚会拢会讲起耶稣，讲耶稣为着咱钉死伫十字架顶，互因看即个影片，啊讲主耶稣伊对死搁活，伊要来改变咱的生命，要改变你的生命。无想到看即个影片了后咧，开始有囡仔开始问问题，讲耶稣为什么要去互拍？啊，耶稣为什么安那吼？开始咧问问题，我伫遐回答伊吼，甚至甲伊分享我生命的故事。我就想讲，好，啊无来问看觅吼。我讲伫咱的中间吼，因为我甲这个辅导讲吼，我每一届庆生会，我们都要邀请这些青少年做决志祷告吼，毋茫把握机会，互伊信耶稣。所以我即届就讲好，嘛是爱把握机会，互伊信耶稣啦吼。无论伊进前要做过安尼祈祷，我就要把握机会吼。啊，我想讲顶届吼，顶个月我是请因举手，差不多4、5个举手吼。啊，我即届我就讲好，我想讲举手有当时我看无啦吼。我讲，如果你要信耶稣的人，请你起立。大家拢静起来吼，你敢知发生啥物代志？拢做囡仔，拢徛起来吼。我笑一个呢，我讲主啊，是你伫即个中间最奇妙的工。内府互因拢讲好咧，无呢，无讲好咧，毋是讲我徛起来，你毋徛起来，无呢。我讲要信耶稣的，请你站起来。啊，囡仔拢砰，啊，拢徛起来，我惊一个。我讲既然拢总讲我要信耶稣，我就带因做决志的祈祷。我知影毋是安尼，因就马上就拢变好啊！总是我知影，因体会到主的疼，体会到辅导对因的疼，体会到教会的疼。这是谁的囡仔咧？咱会因为人讲因无好，讲这个囡仔安尼，因遐尼济歹的行为。咱就讲，这毋是咱的囡仔，教会囡仔袂使安尼，啊是咱会讲，这是咱的囡仔，这是教会的囡仔，是上帝宝贝的囡仔。伫美国有一个比尔威尔森牧师，伊做侪伫迄个难民，还是毋是难民？伫迄个平民或者是在那个大都会最低层的地方的事工。
伊讲一个囡仔生命中若有一个人真正关心伊，伊就袂变歹。伊讲可能我无法度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但是我会当关心一个囡仔。伊讲期待伫这个囡仔还袂用着毒品进前，还袂去帮派进前，伊会当接触伊。这也是阮即马咧做的代志。讲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机会陪伴这个囡仔来成长。相信大专事工也是，因咧陪伴这个大学生到伫遐个所在，伫遐陪伴这个囡仔，互因期待因继续行伫主的路。我讲因决志信主，毋是我要夸口讲哇，你看哇，遮侪人信耶稣。我讲主，我感谢你，互我有机会参与伫这个中间。主，阮知影阮要做的代志，阁有足侪，要怎样帮助因真正行伫主的路，阁有足长的路。总是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真正听见主的呼召，也回应主的路来行。阮有准备短10秒的影片要互大家吼，请同工帮我放一个吼。建设教会，谢谢你们，好，感谢主。感谢建成教会，透过恁，互阮体会主的听，嘛透过大家共同关心，这是咱的囡仔，这是教会的囡仔，是上帝宝贝的囡仔，咱同心来祈祷。听同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是你的听激励阮，主啊，你拣选阮。主啊，互阮伫迄个黑暗中会当来进入光明的内底。主啊，你也咧敲吹侪人来回应主的呼召。主啊，你也咧敲吹有教会愿意拍开教会的大门，接纳侪无共款的人进入教会的内底。主啊，求你来帮助，也赦免阮。有时阮的心也真灰，阮真烦恼惊吓，阮惊别人对阮的看法。惊遮个囡仔会做出啥物款的代志，阮无法度掌握。总是主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明白，互阮有对你遐来的智慧，互阮有对你遐来的听，互阮透过关心，透过陪伴，透过实际的行动。主啊，愿主你帮助，互遮个囡仔，阮要讲，因是阮的囡仔。因是教会的囡仔，是上帝宝贝的囡仔。主啊，愿主你帮助，互建成教会、金城教会，还有大专事工，阁侪进教会。主，阮共同来回应主的呼召，互阮愿意来对主放下一切来跟对主。主啊，阮也愿意到伫社区，到伫侪公园，到伫侪的所在，去敲吹遐个需要的人。要将因搁一届邀请来到上帝的大家庭，伫遮来做伙来享受主为阮备办的宴席。主，阮仰望你，将这一切的荣耀归乎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陈牧师的进道，咱来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教示。圣诗308首，圣诗308首。听见救主出声地叫，请大家起立，咱来念全首。听见救主出声地叫。
请坐，咱来准备今日的奉献，请长番的同工来服侍，咱来用感恩的心来献给上帝。来，会众咱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咱公道的时间，请咱大家会众请掀开周报内页，下骹咱有写咱大道的事项。教会仪常是新传正信道，万民该祭司。第一项，咱要为着咱的肢体，咧调养中的君主回应王兰丽水雪英甘基玲玲血冤李枝丽会会中信雄秀荣。二梅道家与乐德明毅力副员调菜牧师郑秀玉秀，甲福建中的赵明树君美美千惠爸爸季牧师开会，搁拄啊手术煞的林吉兄，咱就为着即寡兄弟姊妹来祈祷。第二项，愿公义人民的主伫乌俄战争中彰显权能，亵渎残暴的军事武装。抚慰忧惧失丧的人。第三条，为着台湾 COVID-19 防疫的政策拟定，以及人民生活的日常，求主保守伊伫四下平安。请大家来出声来，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
我深深感谢你，你就是全能的大医生，你嘛是愿意医治人的主。恳求主你施恩赐福，帮助阮中间，互心灵创伤的会当得到你的怜悯，互生活被困绑的会当得到你的帮助，互坎坷学业拄着困难的会当得到你的扶持，互阮身体欠安的拢会当得到你的医治，互主你的疼围绕伫阮的身边，互阮享受上帝恩典甲祝福。阮教会未来的时间，阮台湾疫情的政策啦，医疗的量能啊，以及俄乌战争中，咱会当消灭，互世界会当带来和平。这拢爱求主你来成全，护佑带领。亲爱的主啊，你是听基督的上帝，求主听阮众兄弟姊妹同心合意的祈祷。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声来祈祷。阮伫天立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来报告哈，咱后礼拜的聚会内容，若有请家己来看哈。若轮到你的，请你先大先准备。咱来看咱教会的消息，第一条，本主日是台北中会校园事工奉献主日。感谢咱基城教会的牧师所带来的信息，愿主继续保守坚固因所做一切。咱本堂的预计牧师嘛前往金城牧师来进，金城教会来进道，请大家为着咱北台湾大专校园事工关心奉献。第二条，因应疫情的升温，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决议，对4月25到5月24。各类型的社福据点，拢要停止课程、活动甲餐饮的服务，来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咱本堂也要配合台北市政府相关的措施，为了降低群聚，就是讲咱会脱口罩会感染的风险，所以咱对本主日开始，就今日开始，咱的主日爱餐同步来暂停。不过，若有团契要用餐呢？不在这个限制的中间哈。第三条就是2022年3月份，咱教会财务报表一定公布咧下骹的公布栏，咱家己来看。教界的消息，第一条就是本主日下晡3点，北中里春生纪念教会主举行罗龙斌牧师定庭退休的感恩礼拜哈。第二条。咱顶礼拜拢即2条，顶礼拜拢有看过哈。把授派到本堂的新学生黄伟康牧师，那就任新加坡长老教会希能堂助理的牧师哈。再来下骹的奉献明细，请大家来看。若有老高也是毋对的，再找会计也是应用来登记哈。咱来用上银51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会众请起立，咱来用全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感动，带领甲引带，甲咱正兄弟姊妹三甲之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咱来密祷闭会。